珠海地王終於誕生，經過90輪嘅出價，終於以10億嘅天價成交。今次珠海嘅地王誕生會令珠海樓市帶嚟啲乜嘢影響呢？睇埋呢條視頻你就知啦。就喺5月7號，中海以10.07億成功攞咗珠海呢塊地王，樓面尺價2萬蚊左右一個平方，超出底價37%。經過90輪嘅競價，廝殺咗10個鐘頭，最後由中海奪得，真係眾望所歸。講起中海，香港人好多都唔陌生，好似富華里啊、環宇城啊、環宇天下等等，全部都係佢嘅手筆，質素高。今次搶地真係引爆咗珠海房地產市場近呢3年主城區樓面成交價嘅排行榜。今年珠海首次拍地，吸引咗保利、華潤、華發、建發、龍湖、正方、四川邦泰，總共8間企業參與，有央企、國企，仲有久違了嘅民企。你睇下中海作為央企，今次都出手攞呢塊地，你就知道呢塊地有幾咁重磅。呢塊地皮作為珠海近年難得一見嘅高溢價地皮，意義非常重大，即係各大發展商都睇好後市，集體亢奮，忠實回歸。而且位置可以話係珠海近10年最天花板嘅一塊地，位置就喺新香洲體育中心隔離，新加坡花園嘅後邊，校網就係文娛中學，旁邊就係梅華西路主幹道，周圍有華發商都、香山湖公園，配套十分齊全。核心亮點仲勁，容積率1.8%，限高80米，絕對係低密度豪宅社區啊！仲要係第4代住宅嘅試點，每戶都設有3x3米無人機投遞平台，而且仲係3星級嘅智能住宅標準起步，咁多間發展商一齊去搶都唔係冇原因嘅。今次攞地成本價已經去到2萬幾蚊一平方，麵粉都咁貴咯，出嚟嘅麵包都唔會平得去邊啦。預計將來要賣到4萬5至5萬蚊左右。住宅建築面積得嗰49700平方左右，唔算大，可能淨係得嗰100零200間屋。中海好大機會做大面積改善型嘅大平產，板樓設計低密度，觀景視野一流。另外，珠海會陸續推出8幅重點土地，全部都係各區嘅壓箱底靚地啊！整體供應節奏放緩，但塊塊都係核心靚地，高端配套十分之宜居。總括嚟講，今次央企高價出手搶地，建成後要賣到5萬幾蚊一平方先有錢賺，足以見到阿爺對珠海樓市後市嘅信心十足，樓市止跌回升嘅勢頭亦都好明顯。